收看《GoGo 讲哈味》，我是敏华哦。最近呢，大陆冷气团报道好冷哦，很多人半夜都会有这个毛病，就是抽筋、揪筋。揪筋怎么办呢？为什么会揪筋呢？我们来听听看医生怎么说。在睡梦中会抽筋的话，最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的话是局部我们的脚的循环不太好，所以说使得在夜间的时候循环就更差，使得他的脚就抽筋了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天气变冷了，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没有盖好被子，然后那个脚的肌肉因为温差的变化又收缩了，所以就造成了脚又抽筋了。浪天气候寒冷，当人体保卫功能不足，如果在睡梦的时候将脚暴露在棉被之外，就很容易让寒气入侵，造成揪筋的现象。预防揪筋，除了平时要多运动，增加自己的体能之外，在入睡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下肢的少暖。在防范抽筋上面来讲的话，有几个要注意的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局部的一个循环，最好可以改善它。比方说，我们在睡觉前可以泡热水澡，把脚泡热水，这样子就可以增加局部的一个循环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说，在睡觉的时候注意脚部的一个保暖，比方说穿长裤睡觉，或者是把棉被盖好。这样子的话，在室内的一个温差变化不会太大的情况之下，脚就比较不容易抽筋。浪天睡梦爱改少，而当抽筋发生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强拉硬扯，避免拉伤肌纤维。可以用热敷的方式，同时朝收缩肌肉的相反方向来伸展，或者是采取用力压穴道的方式，让它可以缓解。此外，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，避免酒精或是咖啡因等刺激的食物，才能够避免反复发生揪筋的状况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学到新的单字啊，都是暖暖的小提醒。在这边呢，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，你们一定很喜欢，就是睡觉，睡梦，睡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暖和，少暖，少暖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就是冬天睡觉要保暖，浪天睡梦爱改少。浪天水梦爱改少，浪天水梦爱改少，才不会感冒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